这是社会新闻，移民署国境大队侦破犯罪规模甲涉案人数是有史以来上大的跨国的人蛇的案件。这人蛇集团呢是利用这个钱用钱骗咱台湾人，出得2段式的登记证，先出发到香港，也是澳门，甲当地这个中国的人蛇汇合了，再搁交互因后段的登记证和对方，协助中国的人蛇冒名偷渡到澳洲。集团会事先偷摕台湾的护照，改名和中国人蛇偷渡更较顺利。最近几年来，透过这款的偷天换日的方式呢，偷渡人数已经超过100人，不法的得利更加将近几千万。机场内排队落倒长登记证护照摕伫手头，但被检查过关来登记。真侪人要出国旅游，嘛有袂少人是坐长途需要转机。若这个行为，正做人蛇集团锁定的目标。嫌犯的作案手法是会先在桃园机场取得2段的登记证。检警正经侦破目前规模上大的跨国人蛇集团，因的家族艾琳娜伫咧桃园机场摕到要去澳洲的2段登记证。头一段用台湾的人头坐去香港，伫咧转机的时阵，甲后段的登记证摕互中国的人头，互因用假名坐飞轮机偷渡去澳洲。两岸人蛇集团前往香港机场，交付登记证给偷渡客。人蛇集团利用去香港、澳门来换免钱的机票甲旅游，当日也是过转工就会当转来，加上转来了后，阁会当领1万到1万5的报酬，互小贪也是捌出国的人来协助集团犯罪。台湾护照的公信力悬，有真侪国家拢免签证，集团借着机会来改相片、改名，才交互偷渡的人。登记的时间干那30分钟，地勤干那会附检查登记证甲护照顶悬的英文名，利用这点来认证。嫌犯拢被互抓到，一年来偷渡的人上100人，赚的钱嘛伫要上千万，嘛有袂少人是摕到好处就调咧。即马拢互抓到，就要好好面对司法的制裁。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